我毋是挑过袂讲话，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今日，互大家来看一个真特殊的机构，专门呢咧用目睭咧做科技，用咱目睭人的振动来拍字，来表达艺术，甚至来上网来做万行台，就真正是新眼界。这你甲看，这就是呢代表性人物，第一个敢若太空人，即个头壳啊，要创啥物呢？要帮助着规身躯拢袂当振动的，振动的即个渐冻人，或者是讲有即个游行的人，规身躯拢袂当振动，到底伊安怎帮咱？咱来看即个人生真动人的故事。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看到我目睭咧拍注音符号无？好，我甲你讲，咱教学总监，咱的 Mandy， 即摆你来专班来甲我教者，看吼体验，敢若目睭会当振动的人，是要安怎来用这电脑，要安怎认捌这个世界 ？Mandy， 来请。无问题。好，咱即摆甲伊开始使用。好，这是你的目睭的信号。哦，我当两个白人就对。对，两个白人。啊，我一直看吗？无，咱即摆进行校正。好，咱校正。要校正。对，无毋对，咱进行校正。校正的足简单，你等下会使对着这白色的圆圈啊。好，一、两。好，安尼就校正结束啊。喏，对。真简单哦。所以就比我咧用迄个 Apple 的手机啊，佫较简单。对啊，所以即摆阮其实校正结束了后，阮就会开始咱就来体验一个新中者是安那用目睭选择卡片来甲咱讲话。比如说你这黄色的是你目睭看的所在。这红色。嘿，对，你即摆看我。伊就袂振动啊。哦。即摆搁看，所以这个红顶其实会使看足侪物件。哦，这个敢若咱迄个。这个滑鼠同款。对，因为足侪家长有讲，我常常念册互阮囝看，因讲，毋知伊咧看啥，若用眼动软体，咱就知影，伊目睭是咧看一个所在，伊有认真在看无？因为咱若咧看这影片时，咱会看到主角在活动，要看到伊白。所以我会当用着阮囝的欣赏，看伊有咧认真咧读册无？对，就是安尼。哦，这个袂歹。对，所以过来是讲，咱的吼，可能阮伫病院的时阵，拢会拄着有气切的病人。气切。嘿，气切病人伊无法度讲话，啊，毋过咱就会使问讲，你即摆有无爽快无？你就会使用目睭甲我讲，有啊无？对，电脑会发出声音甲我讲是还是不是这个代志。对，啊目睭啊，然后搁较稳定内底，阮就会甲伊讲，你等者要出去打算，因为这袂晓讲话嘛，咱会使透过这个方法，知影这个方式。餐厅。对，好，你头袂使动，你爱看较正。对，你拄啊校正的这个所在，对。公园。公园。对。咱就会使用这个方法，知影伊要创啥，伊想要散步，还是要用电脑，还是要食物件，等等的这个问题。吼，上重要是讲，咱会使问出伊答身体无爽快，医生才有倒对症下药来治疗。所以对，比如说你的腰，还是肉，还是酸，还是拢毋是。好，咱即摆来练习一个咱来看一下。这你就使目睭练习目睭看较久的。这海洋吼。对，你要看较久的。好，好，过来这边。过来这。微溜。嘿嘿，过来这，上尾一个。吹。好，安尼就完成啊。哦。其实是无简单。无简单的，你目睭爱甲上。对。一直甲上。有当时爱甲青呢，甲青落去了。啊，我甲青，你发现讲嘛无法度较准。
对。因为你爱放好轻松。放轻松才袂死准。你看我怎安尼死准？对，所以我嘛一个过程当中，我都教囡仔讲，你爱放轻松，你爱放轻松，你才有法度使用了好。啊，毋过这囡仔可能我都自由的活动。因的肌肉可能，因的肌肉可能。珊，你莫一直甲我比，我即摆目睭咧认真咧看遮，我知影佫剩几分钟啊尔。咱佫爱看到一个，阮即摆全新开发的一个眼动的囡仔册。囡仔，囡仔册哦。囡仔册，等者会使甲伊分享有啥物，阮咧要做眼动的囡仔册。冒险旅程。平常生活在这一片美丽的花园中。因为这个色水甲这个动画，其实阮已经是第2版啊，又搁改版过啊。啊，这个阿木就是阮要代表阮的中正的囡仔。阿木。阿木。所以我这球，这邮票，就表示我咧看倒位。对，无问题。好，啊，即摆遮，你会使看遮，安尼。故事就会继续会行落去。所以我爱家己使用这个故事。对，无毋对。就是这囡仔因为手无法度显册，咱希望伊家己会使用目睭来显册迄种概念。so 个。对。这真趣味呢。而且咱普通人嘛会当来看呢。无问题，这嘛是阮的教材之一啦。这敢若互动吼。对。目睭会当来认办，啊，咱若嘛通，阮兜去数的咧，较认真咧看册时阵，看伊个邮票有伫咧遮无？对。阿木坐即个小蜜蜂。咱就会看到，比如说咱这样口白若讲煞，伊有啥物指示，咱就爱去完成。所以囡仔嘛会听有吧？这指示有法度，才有法度执行这个眼动软体安尼。是一位小园丁，他超过的花朵总是开的。所以这嘛较简单啦，所以互咱这算简单哦。嘿，较简单，所以互咱的囡仔会伫咱的电视刷了，咱再过去选择卡片啊，还是拍你的时阵，伊会较上手。这海芋花啦，吼。对哦。里面有什么吧？这阿某仔伊的头面顶有一个头盔，这个头盔就是像咱的新疆者人讲同款，要讲话，毋过无人听有。有这个意义。有这个意思对，啊，伊会使用目睭。我俩就是太空人。嘿，毋是，所以我嘛要用这故事来鼓励咱的上新疆的囡仔啦，甲因讲，伊嘛会使透过这个练习，嘛会使甲别人讲话。这然后。一般的囡仔来看，嘛是真有意义呢。会使啊，阮遮嘛有咧举办遮公良的读书会。咱甲你配这个台语的。来推广一下台语，会使。对，大概是安尼。啊，刷来还佫有，我拍字者。好。这个方法应该是有较简单，啊，操作嘛较有效率。歹势哦，咱因为这是注音符号，我拢华语吼，所以我都拍台语。
要落目油。哎呦喂啊！我见你直接拍，还是只有一个擦擦，帮我看我的手，好，搁一边，好。较边啊吼，拢较歹拍。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安界。对，啊，才会使讲出来，可以讲出来。世界万象带萌的赶台湾新眼界。哦，虽然这是华语，总是有头一步。对咱期待吼，明年出世来的时阵有咱台文。好，吼，我甲建议者。感谢，我会当来做志工配音嘛。好，我无问题。好，好，啊，即摆会使个，你来个试看卖，会使直接搜寻，甲你对。都看你的节目安尼。哦，数学。嘿对。哦，他说，所以迄就敢若亲像迄个 Google 的迄个 search engine。对。所以伊嘛是甲咱共款会当进入着网络的世界。对，无问题，对。所以阮足侪新众者其实嘛开始咧用 Line 啊、Facebook， 会使甲伊的同学开讲。啊，这样来变形点击，啊就礼拜，然后看一看，因为你遮面目睭拢较面顶，所以你看一看，看我的手就会使。好，你对，对，安尼就会使。你看袂准，因为你目睭会，你的头会动啊，对啊，所以阮拄则讲有即个患者其实这真侪袂讲啦吼。对啊。平是安尼，有当是安尼，有当是安尼，有当是安尼。对，阮拢用提醒，提醒因讲，免动，莫动，因为足侪脑性麻痹的囡仔，伊嘛是就会一直叮当啊，所以阮来甲提醒讲，你要放轻松，莫叮当，啊，你才会好啊轻松使用你的目睭。是。对啊。哦，这有影无简单。那一般的人差不多，若是来遮找恁，那需要训练这个眼动科技的，拢超偌久的时间才会当用甲会使。我会讲，若第一届使用时间大概是15分钟啦，差不多第一届。头一摆。头一届，互伊体验一下嘛。互伊体验一下。嘿，体验一下，大概15分钟。15分钟。啊，咱就知影讲，伊需要，因为每一个人的想要学习的目标是无共款的，所以我家问看嘛，哦，你即摆想要拍字，还是讲你是要学啥物件？咱问咱了，咱才甲介绍。伊讲是后壁是要安怎训练，你着爱老师去甲教安尼。但是这听起来吼，是种粗塔落去，就是讲本身吼，伊若是敢若剩目睭会当叮当的啦，伊可能无法度表达讲我要学，我要来遮，或者是我有啥物需求，啊，伊拢用啥物来表达咧？好，真厉害这问题，因为足侪，阮哪讲这囡仔好啊，这囡仔其实是，家长伊有诊断讲，因都是脑性麻痹啊，是罕见疾病这的囡仔，因本身都袂晓讲话嘛，骹手嘛无法度家己刷动，所以阮拢会开始阮就开始评估。上初期阮拢会讲啊，倒一个是你的爸爸，啊伊会选会出来；倒一个是你的妈妈，上基本的伊爱知嘛。啊，咱个拄则个迄游戏，伊个算看卖，所以阮大概就知影伊讲伊的程度是啥物伫搭款。哦，所以你爱先去个测试，啊，甲评估讲，你考差不多到啥物程度？对。啊，慢慢互伊进阶去。对，都是安尼。啊，青少年就是较无共。青少年，你这每一项物件，毋是讲一个套件，放在遐，啊，你着头伸入去，啊，就袂使。无，先爱来评估了，我才设计，才是我摕啥物物件来，才好试。对，无问题。所以，阮其实是在看这囡仔的岁数。基本上我嘛有拄到足大的囡仔，已经足大的啊。啊，学校老师嘛，咧教穿插，啊，其实捌了足侪物件，伊其实无法度表达尔。所以阮教的时阵，发现3岁4岁。但是即摆学校教育对着即种敢若目睭会当叮当的啦，你。互伊圆箍啊，互伊叉，
啊，伊嘛是安尼啊。对，无毋对。啊，无就讲，若是叉，伊就念2摆。嘿，对。啊，圈的念3摆，安尼。对。啊，毋过人的选择是因为会在练习了后，搁较济嘛。伊人生物件有圈叉尔，伊会使搁选择搁较济。1、2、3是安尼轮。嘿啊，水果啊，比如讲动物啦，这物件伊开始学习，伊就会使有法度规句会甲伊妈妈讲，我想要去海边啊耍，哦，我想要创啥，啊，后来阮才会教波波魔法。波波魔法才会开始拍字啊、上网啊，才会电脑的操作。所以每一个人其实拢爱，老师拢爱就侪观察。啊，这大肯定的。对，佮就侪观察，了解即个囡仔会介意啥物物件，唔介意啥物物件来进行设计安尼。所以咱即摆刷来，咱来找真正的使用者，对，来教咱看，讲人是安怎使用。其实啦，这唔那是看起来敢若关机啦。我讲哦，人安尼使用这个遮机卡的这个物件，其实吼是带有咱一般人的反省。咱安怎看咱人安怎认识这个世界？哦，对，咱来继续看。咱今日真欢喜吼，除了咱的教学总监 Mandy 以外吼，还佫庭安，佫庭安的妈妈吼，庭安的妈妈吼，咱来遮超偌久的时间？差不多3年外。3当外吼。啊，迄阵是安怎找着讲，咱有即个机构叫做目非盈利。啊，会当安尼创这目睭这，恁是安怎发现这个资讯？因为我问这个问题就是，真济人还佫唔知影要安怎互人帮助。你讲咱大家知。因为庭安有去学校上课，去机构内底上课，啊，有老师甲阮介绍有一个眼动软体，嘿，然后刚刚庭安会当试看卖。啊，迄当阵我嘛无听过，然后想讲啊，无来报名看卖好吧？啊，嘛等真久哦，等半年外。啊，排班吼。啊，排班嘿，迄当阵可能老师较少啦，嘿，然后等半年外，然后就有上课，啊，一直上到今嘛安尼。你感觉这3当以来3当外嘛吼？上大进步是啥？伊较有反应。嘿，伊可能知影讲，我会当表达我的想要创啥，我想要食啥，我会当拣我想要穿的衫。嘿，上较早可能阮无惯势讲爱先问伊，然后阮就帮伊做决定啊。啊，想要穿啥物衫，想要穿啥物鞋啊，啊，想讲伊袂讲嘛，伊袂晓表达嘛。所以我能先该做决定啊，嘿，啊，毋过上眼动了后，因为眼动会当回镜，老师都会讲啊，2个2选1，你想要哪一个？啊，你喜欢这个，不喜欢就打叉，喜欢圈圈这样子。啊，他就发现，我会当表达讲我想要这个，想要迄个，啊，无爱。我的自我拢会当显现。他被对显现出来啊。其实吼，咱来做这节目吼，若是讲要互有忧型，或者是有脑性麻痹的人知影这项物件，就一般人吼会当互伊理解讲，咱人是安怎来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哦，自我是偌重要，自由意志是偌重要。啊，透过大家的帮衬、科技的帮忙。哦，有通展现伊自我。哦，咱即摆看到伊真活泼咯。哦，看到我一直甲我是毋知啦，我是想讲阿伯，你甲你讲话，平安，用你有欢喜无？今日上电视呢，你有欢喜无？会使吗？会使哦。OK 吗？袂歹啊。哦，迄阵时我有头拄问过 Mandy 老师吼。初啊，因为伊啥物拢毋知，恁也毋知要甲伊安怎甲伊沟通，是安怎如何来进入这个软体的这个世界呢？伊甲我讲是慢慢啊，讲，互你选爸爸、选妈妈，啊一步一步安尼评估起来。对，我永远袂记起第一届评估的时阵，因为伊较早拢完全袂表达，无表情，我毋知影伊敢会认得我。甲因爸爸，甲厝内底的人，
然后迄当阵第一届要评估进前，我阁足紧张的，我想讲啊，伊若是无甲我认出来，我敢会足艰苦。无想无想到，哇，随竟出来呢。老师讲，哪一个是妈妈？他立刻就看到我的照片。我那时候在后面感动到快哭了。原来伊会认一个，他只是没有办法表达出来而已。我这有影，咱那个是做人爸母的，咱就是听到的心里切一下吼。但是，伊是差不多几岁开始，恁发现讲，咱这个囡仔甲一般人无共款。伊大概是6、7个月，有小可较慢，伊袂晓坐，就小 baby 的时阵哦，应该拢会当安尼抱直直的嘛吼，伊拢安尼软软嘿。迄当阵我嘛是第一个囡仔，第一个囡仔，头一个我无生过嘛，我嘛唔知，想讲应该拢是差不多拢安尼抱就对啊，去拍注预防针的时阵，医生就讲，有较慢咯，去大病院检查一下。迄当阵我们想讲，较慢嘛是有可能啦。即摆囡仔大家拢无共，发展无共嘛。快慢无一定嘛吼。毋过到1岁的时阵，伊会常癫痫，开始忧形去。发作，伊规个发作。敢若失神安尼吼。伊的发作较无共，伊敢若度孤呢，伊迄叫婴儿点头式癫痫。对，毋过伊妈妈的直觉就感觉唔对哦，伊唔是咧度孤哦，因为伊有频率，伊安尼点一下起来，点一下搁起来，发作完搁好去。毋过囡仔若是咧度孤，应该困去啊。迄当阵我就感觉唔对呢，怪怪呢，然后就有去医院做整套评估。哇，这真罕见的疾病呢。毋过伫我迄当阵6年级罕见，毋过即马有看足侪囡仔拢有即种镜头哦。因为愈来愈多，拢从婴儿点头式癫痫开始。咱是产检的时阵拢检查未出。因为迄当阵我有伊的时阵，才32岁，也不算高龄。毋过产检几乎都有检查，唯一漏掉的只有羊膜穿刺。对所以那时候没有做羊膜穿刺，然后他一开始出生也都没有问题，都没问题。一直到1岁了后发作了后，规个状态退化，一直到退化，规个退化，伊本来个差点要叫爸爸，嘛会当，本来会晓讲话，看起来跟正常人差不多，只是发展较慢一寡，毋过伊癫痫发作了后，规个退化，袂讲话，无表情，毋过伊的癫痫的状态是会改变哦。一开始我是讲是度孤嘛吼，愈来愈严重了后变失神敢若强制关机咧。伊本来想要学啥，想要表达啥的时阵，向无电，去用 stop 起来，stop 起来，所以迄当阵伊含食物件拢退化。阮后来发现讲伊退化的原因是因为食物件拢去扫，本来会啉的会见着，一直扫。我想讲是感冒，无呢，一直扫袂停，去病院检查，医生讲，伊的肺部应该毋是感染，应该是见着，才发现讲因为这整个这个核心的肌肉拢无力，伊扫袂出来，食拢无力嘛，扫袂出来。然后迄当阵介严重的时阵，伊无法度家己食物件，就挂鼻胃管，挂鼻胃管挂要2年。哇，辛苦呢。挂鼻胃管了后，身体愈来愈差，常常爱去住院，常肺炎住院。毋过即马就是有甲癫痫较稳定有食药。即摆活动来真好呢。甲之前真正差真济。你有够熬吃？无。过甲真好。伊家己蛮很就把真拍拼哦。拍拼。你做。你想要你也想说是吗？你有想要讲吼？无，阮叫老师摕物件互你讲好不好？好不好？你说我很努力，对不对？无麦克风摕借你，好不好？互你来讲看卖 ，OK？
咱来约束明年吼，你会当过来讲较济，好无？好。那刷来，你感觉用了这套吼，因为这个软体，除了这个较会讲话、较选择、较有自我以外，你有观察到什么可能性？讲未来的可能会安怎？哦，因为老师拢有甲我讲，有一寡较大的囡仔，大汉囡仔，伊会当利用这个软体，会当画图，画图会当去接案，佮会当写文章，会当做作家，我感觉哦，好像燃起我心里面另外一个希望。毋是讲这样的囡仔，伊无法度表达，伊无法度用伊的手，还是用伊的骹去做代志。伊就完全无路用去啊！伊阁有目睭啊，伊若是头壳是好诶，阁有目睭会当看，伊阁有足侪可能性会当去发展。所以我嘛甲老师讲，恁嘛爱加油，会当发展愈啊好诶、愈亲民诶软体，然后会当互遮囡仔大汉诶时阵当使用，然后或许他可以做更多，不只可以自理，还可以帮助别人的事情。是喏，咱看了足侪例啊。开始我就讲啊，这外国的博士 Hawkins， 对不对？那伊世界有名的，对。咱听安对不对 ？OK 吗 ？OK。哦，是不是？咱希望有一天吼，我超过20当进前，咱佫拄着一个，敢若用目睭吼，伊会当创啥呢？伊就做字典。对，做字典啊，创啥物做研究，因为较早我有练过。我敢若用这目睭吼，按叮当吼，咱就袂晓。嘿啊。因为咱其他所在的叮当吼，电脑袂对焦。对，我嘛用过，我感觉真辛苦呢，会忝呢。嘿，咱电脑会忝。咱袂对焦啊，人伊会使。对。吼，所以一人专食一项。嘿啊。吼，我感觉这吼，你会敢吼，上尾尾甲咱有相共款的这个。处理的情形的人，你会当甲因讲几句话，吼，互因讲较有信心，还是讲恁认为应该安怎大家向前？我感觉若是甲阮有共款的经历的家庭，其实真嘛真正真侪，愈来愈侪啦。我是感觉不管安怎，囡仔好。也是歹，拢是咱的宝贝，迄是上天互阮的礼物，毋是累赘。我感觉这几年来，平安带我行无共款的路。一开始一定会觉得足辛苦，因为迄甲咱所想的、甲忙的拢无共。毋过因为安尼一年，我实在愈啊侪无共的人，像木木的老师嘛，然后认识了这样子的活动、这样的软体无共款的家庭。大家做伙拍拼，做伙努力，好拥有这样安尼的囡仔。科技嘛愈来愈发达，莫失望，一定未来拢有更多的工具可以去帮助我们，还有帮助这样的孩子。是，这 Frost 有讲过吼，松林内面2条路，一条是人人咧行的路，一条是人迹罕见的路。不管是你家己选择这人迹罕见的路，还是去用选择这条路，行落去，就会看到以后要行的路。对。而且我感觉这人生有福报，才有通大家看到人生，大家看到咱人类未来要安怎行。平安，感谢你哦。我都甲伊讲，咱是推广小帮手，我们要去帮助更多的小朋友。推广大赛。赞，感谢。大家想讲，这个囡仔还是这个身障人士，伊高等教育拢无需要。毋过，阮就想要甲大家讲吼，这个囡仔毋是袂晓，伊是主要一个设备。这个设备，咱才有法度甲害互伊的人生选择的权利。所以，阮感觉讲，伫头前时阵是开足侪时间，咧甲大家鼓吹讲，这个身障人士是有法度家己趁钱的，伊是有法度家己表达伊的想法的，安尼。
这叫做 Let's Go 跳上火车，看见台湾的时光流转。这个册看起来敢若是一般的这个观光手册吼，啊，要互你去倒位佚佗，但是无呢，这内面拢咱的新创者呢。这本册是安怎来？对，这就是阮家新创者家己排版家己做的。哦，所以你看，这是就很精美，其实是看不出来这是生长者做的。后面这个哈，眼眶设计作者群的介绍，小解哈，微微、正兴、新竹、Chan、啊甲 Rick， 你真厉害呢。对，阮大部分的青少年的这专案啊，拢是较侪是肌肉萎缩症这种退化性的疾病。对啊，因来这样设计，所以就说瑞克来讲，即摆可能剩第二指啊，淡薄会使使用尔。啊，正兴我记是大部分会使使用，安尼啦。对，因就会搭配因的眼控，安尼增加伊操作的效率。啊，是安怎哪有去上火车要去佚佗的这个代志？先来讲，阮是感觉讲，遮个囡仔其实。因为因大学毕业时阵啊，伊根本是无工课，因为大部分的时间因拢伫厝里，都伫白床面顶。咱若讲有大家想讲，啊，因若会去迄大部分的线上课程遮的。啊，毋过若线上课程其实是无到安尼，无迄电脑辅具，安尼会使甲因斗相共，所以是无法度使用这个电脑来操作。啊，第二个是，咱大家是会看到遮的，比如说，就业服务站。吼，也是社区，对，伊讲，阮的遮的学生其实吼，伊拢是身躯拢已经变形啊，所以遮的就业服务站，伊拢是爱实体人到遐才有法度上课，基本上伊是无法度的。无线顶的课程嘛。对，啊，过来是讲，伊若出去嘛是真大的挑战，比如讲，啊，搁爱无障碍便所，无障碍的，对，无障碍便所，出一摆门哇。对，千里遥远的。嘿，佫有空间，啊，有的是有，嘛爱佫爱电梯，啊，若有遮设备，常常看到门口有一个关卡，嘿，伊就无法度去哩啊，所以出门是一个就无简单的代志，对。所以你哪佫带这有影，这你佫带伊坐火车？无，这是阮互伊想。你想的。对，互因家己去设计。家己去设计。对，所以阮才会，对，阮才会开办这阮讲线上的这个课程。啊，这线上课程因都有时间，就家己去学，因为上侪时阮伊是爱看病啦，啊，伊若要开电脑，搁爱照顾者有这个时间帮伊开电脑，所以就主要人斗相共的。所以阮拢会想讲，这条线上课程放伫遐，伊有时间，伊才家己去学。啊，伊若要甲老师1对1的时候，伊个老师有时间安尼，这时间就较弹性。对。咱吼其实真好奇吼，咱叫做目非盈利。咱是安怎开始创这个机构？其实他都安尼规盘听落来吼，其实这个机构非盈利，这是一定的，绝对袂趁钱啦。啊，但是恁是安怎来创这个？是啥物机缘？来创个这个机构。上早以前，阮其实是伫目睭，一个做目睭鳞的分析，分析这目睭的安那活动啊，遐个位置。啊，用途是咧军事啊，还是讲网络的遮个行销公司要使用？伊想要大家看，大家用拍开电脑，大家目睭要看倒一个所在，迄个所在因都会放伫伊想要推广的遮个产品。尤其个便利超商顶头。对，就是安尼，就是要增加因消费者的买单安尼。啊，辗转到一个家长，伊就知影阮有这台湾的技术，阮家己的技术，伊就甲阮讲，我伫网络上看到一个影片，是一个外国的查某囡仔，即个伊的病甲阮查某囝是共款的，拢袂晓讲话，毋过伊会使用目睭选卡片。阮才会使甲伊斗相共，所以阮就开始，因为安尼开始接触到足侪新疆的家庭甲朋友的，对。是人来甲恁拜托，讲恁有当创这个物件。若是一般正常人啦，你一个啊，对啦，我就甲你创造应付你，那变做敢若一间公司的业。对，因为我发现讲。
真侪家庭，伊就开始介绍啊，讲这有法度帮阮设计阮适合的软体，咱来找因。所以是足侪学会啊，足侪家长开始来找阮。像你讲听下妈妈的情况，就是有淡薄仔好康大小补，有这科技呢，咱来试看卖安尼。所以阮就开始有足侪接触足侪家庭安尼。啊，毋过阮伫接触内底有发现足侪问题啦，就是讲，对，但是讲阮咧推广的即个现场当中，阮有发现，真侪学校地教老师，也是讲病院的医师啊，即个医护人员，其实各有家长其实拢毋知有这个产品。对，伊拢毋知有这个产品，所以会使啊，遮个司机无法度自由活动，袂晓讲话，啊，甚至长期拢倒伫咧病床啊，坐伫咧轮椅遮个患者，因会使用这物件，互因对外沟通这个方法。过来是阮有发现讲，伫地教学校内底，其实一个地教老师，伊爱教足侪无共款障碍的囡仔。有影咧，一班吼，有诶这有诶什么镜头都无共款。对，就是讲会行路的自闭症，也是讲你讲脑性麻痹，啊有脑性麻痹，有诶个牙怪啊，有诶无牙怪伊坐轮椅，有诶讲话，有诶袂讲话，所以老师伊其实是足侪。一人对正人。对，一人对正人啊，大家学习的目标、学习的方法拢无共款。啊，阮的囡仔，你有看木木协会遮个囡仔，伊是足需要长期的陪伴的。所以老师做的嘛是淡薄仔较悠闲，毋是无做嘛较悠闲。哦，莫出代志。哦，啊有啊，看起来敢若咧上课安尼，就真赞。对，啊，毋过阮足侪家长有甲我讲，伊其实妈妈去接囡仔的时阵，拢看到伊的囡仔伫坐伫最后一排，就是较无啊较无照顾。对。因为完全毋知要安怎甲伊互动。对，就是这个问题安尼啊。对，啊，过来就是一个上重点的代志，就是讲社会局其实有补助，啊，毋过伊的补助的条例其实种严格的，因为这个条例其实是为着渐冻人写的，也就是讲伊司机无法度自由活动，然后伊也会使用目睭操作电脑的功能，就是你拄仔拍字，看影片这个功能。所以伊也要安尼，伊才会使倒申请。啊，毋过你看，阮遮个囡仔，伊若无学有啥是要安怎申请？这嘛咧奇怪，我就是因为我安尼，毋则我爱去学。啊，你这条例顶头爱先讲我会晓，我才会当来申请。啊，你这我拜托的。对，啊，毋过这就是条例是讲这就渐冻人条款。对，啊，毋过阮遮个囡仔就是无法度使用，所以我感觉就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啊，遮个无要来识别，你是要安怎学？啊，愈来就愈边缘化，愈来就愈边缘。对，啊，过来是佫有看到一个问题是，你看因定定身体是状况无啥好诶，天气若伤热，还是伤寒，因就会引起因的癫痫发作。那细感冒，细感冒嘛引起因就是肺部的发炎。有肺炎哪使并发症足济啦。对，所以。因若要上课嘛，因身体是稳准的状况下，所以阮就看见这个问题。有足侪学校嘛有学校嘛有病院收这识别的，啊，毋过嘛袂晓使用，嘛毋知要安怎训练这个囡仔。上重要毋是这个识别，是这个人。所以木木协会才是开始训练这个眼动老师，甲这个老师带入去社区、学校、有家庭内底。开始一对一面对面的教因眼动课程，所以恁这是一对一的，对，啊派去因处理，对，因为处罚无方便，哇，因为这个囡仔嘛有呼吸器，呼吸的，对，有气切的吼，气切的呼吸器，所以因需要迄才有当维持的生命，因嘛是爱出门，啊，毋过出门是一个。嘛是一件足大件代志，对。所以咱到当为止，咱服务了偌济对象。阮即摆应该是讲，阮足侪囡仔也是咧排课当中，啊，毋过阮伫即摆讲有100多个囡仔已经咧上课啊。哇！100多个囡仔。这真系一个爱学较好，你头下甲我教，我想讲，这上无爱10天、15天以上吧。其实成立是2019年的年底开始，所以到即摆大概5年的时间，有足侪囡仔已经会使开始用网络的面顶要点 Uber， 嘿，嘛有讲有的是会使去
便利商店点咖啡给伊妈妈啉。嗯，对对对，所以这阮也是继续，这有够感动的啦。对对对，马上还是就甘心。对，阮希望甲因训练到一个阶段了后，因开始爱甲这个社会接触，接触去。嘿，接触，才开始。所以，阮有讲后壁的成果变成讲，这个囡仔因开始会使伫会使伫学校内底用这言动甲因同学开始有一个社会性的存在。对，但甲因开讲，啊，过来是讲，伊就会使伫课堂上回答老师的问题，甚至佫会使考试。对恁来讲，有人先开始要拜托恁来斗相共，所以意思就讲啊，无咱就来试看卖，变做规房开一个牧场，啊经营。但是你幼儿园嘛是人数有限啊。你认为未来要如何来运用这个科技的力量来帮助更较侪人？首先，爱大家的刻板印象爱先改一个，就是讲大家想讲，这个囡仔还是这个身障人士，伊高啥教育，拢无需要。伊甚至上大部分的拢是讲啊，因可能爱留珠啊啦，后应该就一寡硬体的设备啊，对。啊，毋过阮就想要甲大家讲吼，这个囡仔毋是袂晓，伊是主要一个设备。这个设备，咱才有法度甲害互伊的人生选择的权利。所以，阮感觉讲，伫头前的时阵是开足侪时间，伫甲大家鼓吹讲，这个身障人士是有法度家己趁钱的，伊是有法度家己表达伊的想法的，安尼。辅助的工具是真重要，但是人才是上重要。对，所以阮即摆是一年大概会培训2场。啊，这个老师拢是特教老师，也是讲语言治疗师、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啊，这个老师伊基本上都是有接触的经验嘛，经验嘛。已经甲这身障者有接触的经验。系啊，所以阮的训练上大概是半年以上，都会使上手啊，对啊，因就会开始一个，比如讲较定期的服务安尼啦，对。所以慢慢啊拓展到其他的社会机构，甚至宗教的机构应该以后嘛会用到啊。对，阮有足济，阮其实阮服务的会数足快，有3岁到80岁以上。对，所以基本上是老师，大家社会背景啦，啊，大家学习的目的其实拢无共的，所以咱就爱看这囡仔的需要，老师再去调整这个主题安尼。所以对我讲，咱这个囡仔伊若要学的，就简单，就讲动物啦、水果啊、水色这些物件，到伊会使规矩讲，我想要去打算。再来就是讲，伊可能会跑模仿，然后过来是上网嘛，就开始会使甲伊的朋友啊，开始开讲，嘿，对，活动开讲安尼，对啊。所以我会使讲，伫迄比如说年长者，都是会所较侪年长者，因为大部分拢是中风，也是帕金森氏症，嘛是有渐冻人这的个案安尼啦。这个案其实拢是家人想要知影伊打无爽快，对吧？就讲为什么爸为什么伊打无爽快？啊，咱就使用眼动甲问讲啊，你是打无爽快？咱才甲记录起来，明仔载才甲医生讲，才我都对症下药嘛。对，啊，佫有较特别的经验是，有一个妈妈伊可能时间嘛无偌济啊。伊就问伊就要叫我问因妈妈讲，若要离开的时阵，你是要穿啥物衫？你想要你的告别式是想要放什么花？对。所以咱这其实嘛是会当做真侪的工课吼。对。真幼的、真幼稚的这个工课。对啊。你认为恁甲一般的社会福利机构上大的无共款是啥物啊？阮是伫服务是课程，我感觉这是上大的无共款，因为阮大概是阮全台湾阮拢走过啊。阮有发现讲，这设备是绝对无法度
直接甲因斗相共的。这互因一个物件，伊嘛袂晓使用，所以因需要是一个人，一个老师甲教。所以这部分是大部分是阿袂人做的，佮有这眼动科技啦，因为服务是上最小的一个群众这样子。所以你互伊鱼竿啊，搁爱有人爱教伊钓鱼。钓鱼对啊，就是安尼。但是我回头来问吼，咱这个科技在台湾发展了后，我想恁也有去外国去做 present 咯。有。啊，外国人目前即摆应用这个科技的情形是啥物呢？其实我嘛有到，比如讲荷兰啊、瑞典啊，无拢有去交流过，无一个组织做甲遮深。也就是讲，这个科技大家拢知，啊，毋过这个服务的形态，无做甲好透露安尼吼。对，这个形态是无人安尼做的。对啊，所以这对着世界各国嘛是一个启示哦，就是对科技啊、甲人、甲服务、甲训练啊，会当复制。对。所以阮即摆比如讲，比如说庭安，因有嘛有提供这个设备。可以在伫处理练习，因为咱拄则讲的嘛，伊无法度申请，咱就会使提供这设备，会使互伊转去安尼练习安尼。所以，迄渐冻人的即个条款，到目前也未拍破。啊未。这咱来观众朋友吼，若看到这电视，咱来写批互你选区的立法委员，吼，爱当来推动，就来拍破。你顾着社会的现实事实，客观来即个法令来做一个修改，这应该是恁的机构的愿望吧？我嘛有拍拼过啦，毋过就是因为补助的物件实在是足济，所以大部分是较无人较重视。不要紧，咱哦，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先眼界。咱推动立法修改吼，嘛是咱万行代内面的一代啦。对。吼，咱希望观众朋友哦，会当在节目播出了后留言，吼甚至吼，咱默默回应你机构的即个连接吼，会当互大家来认办，来共同来推动。上后尾我要来请教，是讲，咱未来咱即个非营利机构吼。人咧讲吼，社会企业嘛，会当行向即个社会企业的即个方向，就是讲我会当自谋生路，我会当无需要人关照，会当来做搁较侪即个代志。恁有即个想法？阮其实未来即几年啊，是想讲，阮要有一个联动的学校。嘿，这个联动学校开始讲是要有一个共融的一个所在。嘛但是讲有一个团课，就是因遮联动的小朋友拢会使来遮上团课，因为因咧上课的时阵有一个问题讲，因唔知影为虾米要练习，就想讲咱咧念要泡沫风，哪会遐无聊啊？因唔知为虾米要练习遐久，所以咱若带因来团课，因就知影讲，哦，我练习的目的是啥物物件。所以他讲的社会性的存在，嘛是伫学习内面会当看到。袂，你敢若叫伊讲，你著爱好我创这。伊唔知。我就无一个镜头来看讲别人是安怎咧创。你敢若一个自我的这甚至都毋是一个自我，就是去用踢伫这个坑内面。伊若行出去伫学校教室内面，团体咧上的时候，看到别人，透过别人看到自己，是这个意思。对，无毋对。对，就是安尼，伊才知影讲，为啥我爱继续拍拼？我会使来遮交朋友，这就较重要啊。因为后摆伊就袂毋敢讲，敢拢是我一个人尔。我后摆可能都看电视尔，嘛毋知要创啥呢。安尼我想要问你一下吼。恁遮机构即摆超几啦？差不多要20个。20个。要20个。20个，够唔够用？无够。无够嘛。所以恁的即个 finance 的来源是啥物？阮遮就是
对，阮阁有兼职老师啊，差不多有70个。兼职。嘿，兼职的。更加需要财源嘛。对。啊，你即摆财源是对倒来？捐款者阁有企业。捐款者甲企业。对，企业两个。安尼讲有会付钱？需要大家登记，因为大约咱是看到这个专案，会去捐一摆，对。啊，阮感觉教育是登记的，所以就爱希望大家多多啊。我才会谈，我先来问这个问题，就是我进前我头仔有问你讲社会企业啦吼，社会企业的这个定义就是讲，我这个福利机构，我有通以我社会企业的名义，我去做生意。对。我做生意赚的这个 surplus，我这盈利了后，扣掉我一般性的支出，我的人啊、上课啊、钟点费啊，我会当有存钱，我这个社会企业会当来继续生存的这个所在啦。所以我譬如讲，咱有设计，咱会当设计，咱会当创啥物只案，创啥的时阵，咱嘛有通盈利。才有通来做更较侪代志。对。咱是希望吼，毋是干那呼吁大家捐款，大家吼集众人的智慧，来使到这个社会机构会当往前行，会当自立自强，乃至到社会人人都会当感受到讲，人吼生活在这世界当中是每人平等的，因有法度靠自谋生路，整个机构嘛是如此。今日真欢喜，当来机构来了解，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